黑客走过放散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。那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《卓玛涅这个对吧？西坝第4篇。那前面也来称颂一下短篇的李藏文。哈塔哈米追边吉，沙吉边莫拉对提，蓬巴滚雷追塞马，追马与拉恰切喽，红接着马帕马追马拉恰切喽。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寄颂。恰切拉杜嘎瓦吉贝，日根日吉千瓦贝马，塞巴拉谢杜达拉伊，杜唐吉点汪土贼马。恰切顶礼，拉杜嘎瓦十分高兴，嘎瓦就是高兴，拉杜是十分，那拉杜嘎瓦就是十分高兴。吉巴呢是威严，具有威德。加一个阿苦意的，物呢是头的写萨，这个根呢是装饰庄严，日吉呢是光的，千瓦呢是蛮，那光蛮呢装饰着它的头饰，本坝呢是交替，那就是形容这样的光蛮呢在就是度母的顶饰上呈现斑斓的光，交替的呈现。接下来谢把呢是笑，然谢呢是大笑，就是就是跟这个度的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夸饰。那谢呢也是笑，就是大笑，然谢。杜达拉呢是咒语，它的咒语。那这个以呢是一个作格，在用动词下面这句对呢是魔，躺汉底丹世间，魔汉世间，汪土贼呢是政府。那这是形容度母呢拥有大乐，则笑声能够利益到一切的众生，跟降服一切的魔。那它透由这样子能够成熟众生圣域的三门，就是这一篇在礼赞度母能够怀柔诸魔和一切世尊的众生而赞叹。接下来，恰切萨西君尾抽囊，他们这古巴人女巴你妈，冲烟右尾一 K 红吉，碰把汤这那边绝嘛。恰切顶礼，萨西是大地，君瓦呢是守护，凑呢是群众抽囊，他们这呢是一切，古巴尔呢是招引，女巴呢是能够能。你妈呢是自信的意思，那就是在这两句在说度母呢，它是除贫度母，那它的一个自信呢，就是能够招引所有一切守护大地的群众，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能力来礼赞。冲烟呢是它的怒文，右瓦呢是摇动动摇，以 K 文字就是它的咒语，这个哄字。那这个给呢是打句，形容下面它用实现愤怒相以及它的咒语摇动呢，能够烹霸，就是穷困汤界一切。number 觉马就是救度，这个马就是佛母度母。那透由实现愤怒相，然后心间的哄字呢，能够招一切的财富，然后消除一切的贫穷，用能够招护地神呢而礼赞。接下来，恰切打为东乌伊乌间，简把汤界信度帕马，热北去内日巴梅雷，大把信度日拉在马。恰切顶礼，打哇是月亮的，董乌呢，或是董扑，就是碎片的意思。那这个加一个的，
ulgen 呢是顶严，那简霸呢是庄严装饰，汤界就是一切，信土牌呢是十分的璀璨。这个爬上次说燃烧，那会一直就是非常的璀璨亮眼。那就是这尊度母呢是吉祥度母，它用月亮的碎片，就是非常皎洁的庄严它的顶岩，这样子的饰品呢是非常的璀璨的，能够让众生升起欢喜心。蕊霸呢是发辫长发，去呢是中，乃呢是从打句，雨霸眉呢是无量光，雨是光嘛，那眉呢就是无，雨霸眉就是无量的光，无量光佛，累就是一个从格，就是在一直吉祥度母呢顶上是以阿弥陀佛无量光佛作为顶上的庄严。大班信度，大班呢是很长的，信度十分，光，ra就是也是一个形容十分的这个意思。在就是做，就是很长的用这个光来照耀，就是能够带来众生一切的吉祥快乐作为礼赞。那祈求自身度母呢，能够消除有形和无形众生的一切障碍。那我们今天学习完了3尊，非常随喜大家。